景赏，你不要太激动嘛。我能不激动吗？我们园区一定会给你最妥善的安排啦。妥善安排就拿钥匙把我放出去嘛。不是啦，你不要急着出去嘛。我怎么会不急着出去啊？你才关进来没有多久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台湾人关注的焦点了啦。我也太红了吧？对呀，这大家都在讨论你到底为什么会进去。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赶快睡，赶快睡！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掉到老虎笼里了！你小声一点哦！干嘛小声一点？你是怕把老虎吵醒吗？废话，他要醒来把我吃掉怎么办？那我教你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现在尽量讲哈嘎发，共哈嘎发。为什么要讲哈嘎发呢？因为我们这个通福眼是台湾唯一的哈嘎友善通福眼。对啦，你尽量共哈嘎发，老虎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就不会攻击你了。我听你在放屁。老虎还会听哈嘎发？听哈嘎发算不了什么，很多动物都会讲哈嘎发嘞。什么动物会讲哈嘎发？牛，对，牛就会讲哈嘎发啊。比如说，你今天问牛一个问题，你问他说有没有办法把你给救出来，牛他就会说哞，客家话的哞，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没办法。这么笃定的吗？对，这牛还是台客双声道是不是啊？对了，这个猫在旁边听到牛的回答，它也会称赞牛，还真是喵，客家话的喵喵啊。这也太烂了吧！你们两个根本就只是会穿凿附会，有种就不要讲单字，说个词出来听听看呐。好，有一个动物看到你，它就会一直叫。没错，东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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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啊？说你很肥，东屁东屁，这也太没礼貌了吧！这什么动物啊？我啦，东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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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在拿我开心是不是啊？我已经掉进来这么痛苦了，你还在拿我开心呢？很显然他好像不太相信我们呢。走了啦，那我们走。不是，回来，快救我！救爱，都哈嘎发了对，这样就对了嘛。救爱你为什么会掉进去啊？对呀，我其实就只是想拍照嘛，然后呢，我就想说把身体往里伸一点，就有一个小屁孩从后面把我撞下来。你没有看到旁边的那个警告标示吗？就是有你这种抢苗地斗的白目，每天都不听别人讲话，我们的社会才没有办法进步啊！对嘛？不是，现在这不是重点嘛，我都掉进来了，你给我出去嘛！你看，你这种人就是细安好，有错唔晓改啦。来，大家跟我念一遍：细安好，有错唔晓改。掌声鼓励！哎呦，你到底在跟谁讲话我在跟通福眼里的动物互动啊。跟动物互动干嘛呀？救爱啊！哎呀，这个人，我们讲没几句他就转移话题。这种人的嘴脸我看多了。你骂我就骂我，你拍我干嘛啦？你这种人我一定要拍起来啦，然后发到网上，把你公之于众啦。我都这样，你救爱出去嘛？救爱了，你很 V 你恶心。老虎，我们还可以去那里。老虎，你看那个，哇，太夸张了吧！他怎么会在老虎笼内啊？对呀，老虎笼里面怎么会有山猪啊？你才是山猪啦！谁是山猪啊？这山猪
攻击性很高哎。我是人，我不是猪哎。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想要扮猪。哎呀，拜托你们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不好？牛奶呀，牛奶，哎，牛奶，他是不是在跟我们说话？啊，牛奶，是哦。哎呀，你白痴哦！如文用不会讲客家话。我不是猪啊！牛奶，这不是，这这是，哎呀，终于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啦！这是不是要拍一下？不是，牛奶，爱到有奖么？讲你个头啊！牛奶，突然动摇哦，动摇。我刚才在那边有看到一间拉面店。拉面交易。好哦，拜拜，再见。牛奶啊！哇！各位，就是这里了。这个，在我身后的就是这几天的发烧话题。怎么这几天呢？我才刚调进来。请问一下，你怎么会想要住在这个罗浮龙 A 里啊？我没有想跟 low 富住在一起，好不好？哦，他这个想法就对了，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跟他一样，不喜欢自己现在的生活。这不是我的生活吗？他这个想法就非常的正面啊。虽然生活不尽人意，但千万不要被你的想法所定义。你的生活不是你的生活，你的想法才有可能是你的生活。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总而言之呢，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等一下牛奶。好，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这集如果按赞破3000的话，我们下一集什么下一集就考虑把他救出来。救我这一集就救我，下一集再见喽。这都什么人啊？牛奶呀！喂，小嘎，那个思伟啊，刚才那个 David 说他要一个报价单啦，你处理一下啦。不是，老板，我现在可能有点不太方便哈。不太方便好，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为什么？因为我在通敷眼。你在哪里关我屁事啊？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就拿一个手机随便滑一下，点一下，20分钟就有了嘛。可是重点，我现在不方便啊，我掉到罗浮龙里面了。你掉到老虎笼子里去了？你的理由要不要再科幻一点啊？你说你被外星人抓走算了啦。这是真的啦，老板，牛奶啊！你救我还比较重要吧？这个报价单出不去，我要怎么还车贷啊？这个时候你只想着你自己的车贷，你不可以只想着你自己嘛？到底谁只想着自己啊？好了，我们也不要变了啦。不，M1哈，现在那个 low 富有要咬你吗？没有。通敷眼有人要救你吗？没有。所以你很闲嘛？话不能这么说嘛。对呀。好了，给你20分钟报价单生出来给我了哈。我还要开会，再见，拜拜。不行，罗富狗这老板也太没人性了吧？就这样还要我加班呢？园长，想请问一下，今天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请问责任归属应该要怎么处理呢？大家好，我就是最喜欢夜唱的冲。殿哈，这是园长还是院长啊？警察，派谁啊？先让我们开一下记者会好不好？不是，我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很遗憾也都感到非常的难过，所以当务之急一定要先把这个受难者给他救出来。至于责任的归属，我们会在整件事情结束大概3个月之后我们再会好好的调查，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请问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救出受难者呢？对呀，你要用什么方式救我？警察，麻烦你的表情再激动一点，我们的新闻画面更精彩。来，再激动一点。对啊，你们要用什么方式给我奶吹啊？不要在那边只会讲空话，
屁话啦！好，欣赏。导播说我们的画面够了，什么叫你们画面够了？哎，不是，你接下来就冷静一点，不然会影响到我们我收音。怎么冷静的？掉了。那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救出受难者呢？我想是这样子啊，他的人设怎么又变了？现在看到我在这里在外面感到很神奇吧？对你应该跟我一样在里面才对啊！是这样的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按照 SOP 的流程来走啊，不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会怪怪的，怪怪的。谁怪怪的？所以这个按照 SOP 来做就可以避免掉一些制度上面的弊端了这样做就不会错了啦。那请问一下，依照 SOP 流程，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呢？因为是这样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按照 SOP 流程来走的话，第一步就是建立 SOP 流程。我还等你建立那什么鬼 SOP 流程呢？丢奶出题不就好了吗？哎呀，真的是让大家久等了。小哥这位先生好像不是很开心，废话不然我就唱首歌安撫一下他的情绪好了。天公落水哟，阿妹呀，带点草木来到行水边。等下，小哥，怎么会是唱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没有版权。烂透了！什么太嘎？我们今天的那个记者会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记者朋友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请到我们的前台，园长呢会继续为你们回答问题啦。好，那你赶快安抚他一下那我们就往那边移动了，好不好？没问题哈。那个你你，可怜呐！来走吧，走吧。知道我可怜你就丢奶出去嘛！哎呦，丢奶啊！欣赏一定要在里面好好待着。我是掉进来的，我不是被关进来的。欣赏，你不要太激动嘛。我能不激动吗？我们园区一定会给你最妥善的安排。妥善安排就拿钥匙把我放出去嘛。不是啦，你不要急着出去嘛。我怎么会不急着出去啊？你才关进来没有多久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台湾人关注的焦点了啦！我也太红了吧！对呀，这大家都在讨论你到底为什么会进去。我只是拍照而已。不，你说什么不重要，大家不在乎了。真的。那大外面是怎么讲我的呢？外面的说法有2种。第一种说法呢是说你有精神问题你以为自己是这个 low 富的配偶，所以自己爬进去的。我神经病很瞎嘛，对不对？我也觉得很瞎。就是说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二种说法是说是你睡觉睡到一半，被外星人用传送门送进去。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可靠真的。那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就好了呢？问没用嘛？为什么呀？现在大家都说你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机密你被国家封口了啦！现在不管讲什么那都是一些官方回答，没有用算。那总会有人关心我吧？我的家人呢？对，你的家人还是非常非常关心你的。对，他们现在很积极透过媒体发声，表达他们对你处境的这种同情跟悲悯终于他们最近创立了一个 YouTube 频道，拍了很多影片，想要把你救出去最近的这个最新的影片是他们跟全民募资想要募款，一起把你丢出去啦。搞了半天，我的家人只想到钱呐，人之常情嘛。什么人之常情啊？讲这么多，跟你们不开门园长。哎呀，这真的没办法吧？因为你现在是我们通福演的这个流量密码对呀，我是流量密码对呀，现在好多人都讨论你的这件事情，想要包车包团来参观你对呀，台湾人也太爱我了吧？真的。那你们看受勇引都暗涌也有一些这个动物保护团体的人士表示你入侵动物的栖息地，这是对大自然的不尊重，还有人类的傲慢。通夫眼本来就不是大自然。可是这个酸民说什么就是什么嘛。你现在这个也算是黑红也是红。对呀，这跟你们不放我出去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呢，如果我们现在放你出去的话，那些人要来参观你，他参观不到你的话，难不成他参观我吗？对呀，参观我也不像话吧？你看这个样子，白白胖胖多可爱！你看
他能看吗？他我白白胖胖的跟老虎站在一起，一点都不。你就当做帮我们一个忙，对嘛帮忙我们通副眼嘛，你住上10天半个月不会怎么样嘛。10天半个月，我2个小时我都快待不住了。不，你不要只会抱怨嘛！哎呦，你没看到刚刚那个记者会，我也为了流量，我也在模仿啊！你也不想想，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谁？为了你自己啊，不然呢？哎，你还真了解我，谢了买 bro。播个屁呀！我这不是在同意你啊！大朋友、小朋友们，太嘎吼！等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因为你现在是我们通福眼的吉祥物喽。你们动作也太快了吧！不用问过我的吗？问你干什么啊？我们当初找那个台湾黑熊当吉祥物的时候，也没有问过台湾黑熊啊。那台湾黑熊能跟我比啊？太嘎吼！我是伞族哥哥。啊，怎么了？谁是伞族啊？我叫吴思伟。哦，我们一开始啊也是有考虑过这个思伟哥哥这个名字啊，但是很多家长反映思伟哥听起来很糟糕啊。思伟哥到底哪里糟糕啊？因为有摄影机在拍啦，我们园长不方便回应。不是，那你也不能让一个 C 模也来演哥哥吧？啊，我们这个叫做政治正确。这跟政治正确哪里扯得上边哥嘛？哥也不一定要是 C 来嘛。对嘛，杨丽花唱歌仔戏，有时候也是会女扮男装。对啊，你看我们那个工读生多卖力，多辛苦啊！嗨，太嘎吼！我们现在一起来跟我们伞族哥哥的本尊说，吼！好，给自己一个掌声。啊哈哈，很好，很好嘛，干好！干嘛？把那头套给我拿起来！喂，你欠揍啊！你干什么？哎呀！你骂我！我骂你怎么了？哎呀，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你怎么可以把 C 模也骂哭啊？废话，他戴那个头套，我不骂他，我骂谁啊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骂 CMA 啊！我骂了怎么样嘛？你骂了会，抗议父权主义余毒，维护女性职场尊严。这也太快了吧！哎呀，现在要不就是全民跟风，要不就是全民言上，很燥的。园长啊，你该做出抉择了。什么意思啊？我奈迪，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哈。思伟先生，干嘛？思蒙尼这段日子以来的配合，什么这段日子我才刚进来2个小时啊？这个抗议父权主义余毒，维护女性职场尊严。啊，Simon 台嘎的指教啊，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思伟先生他并不是我们这里的员工，这根本就不用调查吧？本人与他也没有任何私交。哎，你刚才不是叫我波尔吗？尴尬什么呀？啊，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是一无所知啊哇，。切割的好干净啊！哈，啊，为了给大家一个公道，为了给我受害的员工一个公平的交代，我决定要把思维哥哥逐出我的通腹眼，我也不想再来了，你知道吗？从此后不能踏入我们动物园半步。我不会再来了。出去以后好好做人。什么出去以后啊？我说多少遍了，我掉进来我是被关进来的。抗议！抗议！抗议！好，大家别抗议了。这个你们抗议也那么累了，不然这样子好了啊，我们那边有一家很好吃的拉面店， Robin，拉面加一，好哦，我请大家吃饭。走。所以说嘛，抗议到后面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便当。老夫狗哎，我就先走啦，不陪你了。等我一下啊。喂，哎，条哥，那个思伟啊，啊，那个报价单哪里去了啊？哎，我马上给你，我马上给你。还要再等一下是不是？对，我现在刚出来嘛。啦，你慢慢来啦。哎，是慢慢来是什么意思啊？你被开除了啦！哎，不是啊，不要讲话了，再见。哎，条哥，你。我怎么又进来了？哎呀，救命啊！有人掉到龙虎笼那里了！还来啊！我不
不演了。谢谢大家。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所有的演员。首先是吴思伟，终于可以出来了哈。陈大天，我们的硕恩，邵宇，还有詹静。最后是我主持人钟敏欢。祝贺你们，下一拜见，拜拜，拜拜。